等等，虽然只是惊鸿一瞥，但乍一看很眼熟，身高符合，灰色西装也符合，白色衬衫也符合，戴墨镜也符合。难道他就是我千辛万苦要找的人？没想到我好聪明，运气这么好，就是他了。哎，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好眼熟啊。这应该就是兴盛公司幕后老板。这位先生您好，我是美克拉美钻石商场的设计师，好聪明啊！你放心，我是绝对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……石先生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到，这位小姐尾随着我进洗手间，意图不轨。喂，你们会所的安保措施还真是……拜托你们，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。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啊，史大爷，我没有抄袭，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。等等，原来是你。看来你不只是个拜金女，还是个小偷。对不起，池先生，都是我的疏忽。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人穷不怕，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原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块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块表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那么，请郝小姐打电话给那位男神，请他过来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啊，糟了！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？怎么，找不到人？这块表的价值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。以郝小姐的层次，是不可能接触到能送她这块表的朋友的。那么，除了是你偷的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这块表是怎么到你手里的。什么叫做以我这样的层次？你们有钱就可以随便污蔑人吗？就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自尊吗？这块表就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这些话你还是跟警察去说吧。郝小姐，其实我们挺有缘分的。你看，第一次你把我们车给撞了，还欠我们5万的损失费。在拍卖会上，因为您的缘故，我们池氏集团拍回的陨石钻戒比预期足足超出了3000多万。现在这块手表其实也不贵，30来万而已。那么您算一算，前前后后您欠了我们多少钱？其实您年纪轻轻的，大好年华，我们也不希望你在监狱里边度过，所以您还要坚持承认这块表就是您的吗？那你们想怎么办嘛？我们不想怎么样，这个表当然是要物归原主的。还有，就是麻烦郝小姐帮我们签一个欠条。放开我！我还有话没说完呢！迟默你大爷的！我好聪明发誓，今天你给我的羞辱，我一定会还回来的！把它收好。全都笨手笨脚的，出去！是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宝贝闺女啊！当初是你啊，说你不喜欢他，跟他分手的，不，现在何必又发这么大脾气？这是当初还不是因为你，不用你管。不是？
介绍一下，我就是救人于任何危难之间的感情专家韩毅。你们有任何的关于感情的困惑，都可以找我。啊，我相信每一个女人身边都需要这么一个感情专家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2维码，你们可以扫一下。哎，美女，你也扫一下呗。没时间拿张名片吧。对了，那个爱情专家，我对我女朋友那么好，可她为什么不珍惜我？韩老师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要为她而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第8次拍我店里的单子，你的8次恋爱，每一次你都犯贱，而且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犯贱。什么时候你不犯贱了，女人就来喽。是韩毅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迷倒万千少女心的爱情专家。请问您是？多少钱包你1个月？大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只卖艺不卖身。我不用你的身体，我只要你的脑子。韩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抄袭我设计稿的新盛公司老板也是石墨？啥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是真不知道。我要知道，我肯定告诉你的。难道迟氏集团又进军珠宝业了？哎，不对，那天下午迟墨拍下的那颗天价陨石戒指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啊？你给我看看。我就说吧，这石头质地简直跟新闻里那个长得一模一样。虽然这个是假的，不过还原度也太高了点吧？哎，韩毅，凭什么他的是真的，我的就是假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我看流星雨的时候亲手捡的流星石头，我自己做的戒托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你让我再仔细看看啊。看就看，随便看，反正我连北漂都快当不下去。现在这天价陨石戒指这么火，我要是把聪明的这颗也发上网去，怎么着也能上个热门话题呀。29日，迟氏集团总裁迟墨以5000万的天价拍下一颗极品陨石钻戒。据知情人士介绍，这颗陨石钻戒是迟氏的祖传之宝，近日来一亮相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然而罕见的是，近日微博上有网友晒出另一颗陨石钻戒，居然与天价陨石钻戒有极高的相似度。爆了！啊！美克拉美新人设计师出恶意抄袭事件了。哇！是我们新盛公司。咱们新盛这一次可出名了。哼，因为抄袭事件出名，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说起这个郑总监，他是咱们集团老板的前任，那他怎么还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分公司呢？谁知道呢？郑小姐，请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从今天开始，郑宝珠小姐就是我们新盛珠宝公司的设计总监了，大家热烈欢迎。郑小姐，因为最近抄袭事件对我们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您给大家讲2句，鼓劲儿。啊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郑小姐做事一向雷厉风行，放心，这件事郑小姐一定会给总经理一个满意的处理方案。好，大家继续工作。进来。老板，你找我。马上就查出这个微博、这个戒指的主人，我要尽快知道他全部资料。好的，老板。去吧。
3年了，调查了3年的事儿，终于有了线索。老板，来盒烟。什么烟？随便。 29日，池氏集团总裁池墨以5000万的天价拍下一颗极品陨石钻戒。据知情人士介绍，这颗陨石钻戒是池氏的祖传之宝，近日来一亮相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然而罕见的是，近日微博上有网友晒出另一颗陨石钻戒，居然与天价陨石钻戒有极高的相似度。大哥，这怎么办？那个，现在这里出人命了，有很严重的车祸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，您快点来呀！大哥，咱那目标不就是那包吗？我直接过去把它抢了，咱们就跑，不就完了吗？你傻呀？没看见那有警察吗？我们就一起在外面看流星雨来着，然后我走。先生，你烟还要不要？哦。 喂，老大，我找到那枚戒指了。什么戒指？什么戒指？老大，你记得3年前那场车祸老鬼手上的那枚陨石戒指吗？我终于找到它了。3年了，它终于浮出水面了。当年你们清理车祸现场不干净，我要的公文包和那颗烧焦的陨石戒指同时消失。现在这陨石戒指出现了，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当然。那个拿着陨石戒指的人，很可能就是那个拿着公文包的人。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。 3年前，他随大学的天文社团一起到郊外去看流星雨，回来的时候的确路过当年的车祸现场。据说那枚戒指也是在当时找到的。怎么是他？老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你尽快安排会面。我有预感，他应该就是车祸真相的关键。好的。 喂，好的，老板，人找到了。哼，这个死韩毅，帮我的微博涨粉，还非得让我买件衣服做答谢，买什么好呢？哎，这件，哎，这个应该挺便宜吧？你好。 啊，小姐你好，这件多少钱？这件是我们当季的新品，暂时没有折扣，售价599元。那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姐，您今天非常幸运，是我们第99位顾客。我们今天店里搞活动，您将享受我们的免单机会。免单？这么小概率的事情都被我碰上了，证明老天还是叫我不要放弃。你等一下。 哎，韩雅艺，你快帮我查查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找大运了。刚刚我被商场做了第99名顾客免单了，我待会儿要去买一张彩票，说不定可以中。那帮我包起来吧。好。啊，小姐，不过我们的免单顾客要帮我们填一份反馈调查。好。小姐，麻烦你了。 这么厚，都是问卷调查，
为了给顾客最好的服务，我们将加倍注重服务的细节，请小姐您务必认真填写这50页问卷调查。50页，好。老板不用着急，我听店员说他那50页的问卷还没有填完呢。为了区区500块钱，竟然把自己1下午的时间浪费在那里。这个拜金女拜起金来，真是挺贵。走。看来之前我真是高估了这个拜金女，咱们的谈判价格还可以再低一点。好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好，池大爷。郝小姐，你想洗刷自己抄袭的罪名吗？那还用说？把这份合约签了。关于陨石系列抄袭的事情，我们公司不打算再追究。可我打算追究。你不想听我把话说完？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迟墨、迟总、迟大爷，我知道你是兴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，你不会因为我即将揭开你们的抄袭丑闻，你就害怕了，你就上门来求我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停止网络呼吁的，因为我不会因为那一丁点的利益就出卖我自己作为设计师的尊严。我要让所有珠宝行业的人都知道迟氏集团的抄袭丑闻。你迟氏集团的老总迟墨是行业的败类。郝小姐，一丁点儿利益，老板，要不要我追上去跟他解释一下？天价陨石系列钻戒的项目负责人和随意填写数目的支票，这无论如何都不算是一丁点儿利益吧？不用着急，他一定会回来再求我。你是怎么想到热搜这一招的？经理，你也觉得这一招特别机智，对不对？我的微博访问量达到了1000万人次，我的新增粉丝也多了10几万人。陨石系列抄袭事件得到了足够的关注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的冤情就可以被洗刷。到时候，哎，你真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好聪明，用你猪脑多想一想，你手里的证据能证明什么呀？既不能证明这设计稿是你设计的，也不能排除这设计稿是你偷来的，更不能排除的是，你利欲熏心，一稿两卖。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你路还远呢。那，经理，你这样做唯一的后果就是激怒郑宝珠，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他摆明了说你抄。你想啊，你一行业菜鸟，他一行业领军人，你说大家信谁？到时候别说美克拉美，整个珠宝行业都封杀了你。给你想办法。郑小姐，可不可以给我3分钟的时间？我想跟你聊一聊陨石系列。没什么可聊的，我们现在要去发布会现场，请你让开。但是郑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抄袭者，我是清白的。郑小姐，我们都是做设计的，你肯定知道这个发布会一旦召开，对我有多严重的后果。这是郑小姐的原稿设计，请你看一下，死也死得明白。好了，废什么话，走。进来。老板，怎么样？人联系上没有？现在情况可能有些复杂。那些人这3年来也一直在寻找当年目击者的下落，现在郝聪明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了，他随时处于危险当中。老板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？如果晚了，可能会有别的变故。不用着急，如果想取得谈判的胜利，我们还得晾他一晾。即使他被人盯上了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们照可以引蛇出洞。可是他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。他要离开北京？是，郑小姐的发布会一开，他留在北京也没有意义了。他如果离开北京的话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断了。得想个办法让他留下来。
金秘书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提前见面的时间，再谈一谈合约问题。好的，老板。想不到我好聪明，在北京奋斗了这么久，最后还是要落得个声名狼藉、滚回老家的下场。喂？什么？我叫好聪明读者会？你们要给我开读者会？我没听错吧？啊！谢谢啊，谢谢！我还不知道我有这么一群死忠粉呢。哎，我真是太感动了，没有想到在离开北京之前还有这样的一个欢送会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